2025年12月7日，將臨期第2主日。等待上主，他快來臨。等待上主，堅定禱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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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馬太福音3章7至12節，若翰看見許多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也來受洗，就對他們說：毒蛇的業種啊，誰指示你們逃避那將要來的憤怒呢？你們要結出果子來，和悔改的心相稱。不要自己心裏說，我們有亞伯拉罕為祖宗。我告訴你們，上帝能從這些石頭中給亞伯拉罕興起子孫來。現在斧子已經放在樹根上，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裏。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，叫你們悔改，但那在我以後來的，能力比我更大，我就是給他提鞋子也不配。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，他手裏拿着簸箕，要揚淨他的穀物，把麥子收在倉裏，把糠用不滅的火燒盡。默想主題：悔改結果子。呢段經文延續昨日若翰嘅呼召，喺呢度去挑戰法利賽人嘅虛偽，指向耶穌帶嚟聖靈與火嘅洗禮。讓我哋喺默想當中，想象自己就置身喺經文當中嘅場景。若翰嚴厲嘅疾呼：你哋要結出果子嚟，同悔改嘅心相稱，辨明你嘅內心對此嘅回應。呢個係挑戰，暴露咗我哋嘅虛偽或者自義，還是係安慰
能夠發現生命裏面真實嘅果子，誠實咁樣檢視我哋自己悔改嘅心同埋生命嘅果子。耶穌以聖靈同埋火幫我哋施洗，默想呢個異象，祈求聖靈顯明我哋生命中需要被砍下、揚淨或者燒盡嘅部分。我哋繼續進行呼吸式祈禱。喺剛才默想嘅過程裏面，我哋點樣呼喚我哋嘅主呢？當主呼喚你嘅名字，並且問你需要乜嘢嘅時候，你又點樣回答啊？將你對主嘅稱呼配上你嘅需要，成為簡短嘅禱詞，並且喺一呼一吸當中重複嘅默念。如果你冇諗起任何嘅禱詞，你可以參考以下顯示嘅內容。為到剛才與主相遇嘅時光，作一個感恩祈禱結束。祈禱結束之後，記錄你嘅禱詞同埋領受。